哎呦，客官，喝点什么？怎么，趴下了？在吐鲁玄武洞的时候不是挺狂的吗？接着跳啊，跳啊！来，要不要吃莲子？你看看要不要？阿成，过来呀！快过来！阿成，来，让阿娘看看阿成啊！啊，有没有好好练功啊？好，真好。手里拿的什么呀？给。看阿成多乖呀！来亲一口。哎呀，真好。来，让阿爹试试你的臂力。哎，哟吼，真棒！哦，阿成啊，将来你就是莲花坞的宗主啊！
仙师，多谢仙师，多谢仙师，小辈将魏婴感激不尽，叩谢仙师救命之恩。招了吧，江城在哪儿？怎么，不想说？哼哼，不想说你也救不了他。江城现在不过就是一个猪狗不如的废人罢了。你们云梦江氏完了。主人死绝，你这只做狗的还不赶紧跟你的新主人摇尾乞怜呐！这样，本公子今天心情好，你只需要趴在地上爬3圈，我就放了你，怎么样？魏狗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温公子叫你跪下，听不懂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只听到一阵狗叫，没听见人叫。你听到了吗？打！给我往死里打！温公子啊，之前你可是答应我的，要谢他一条手臂，他还欠咱们一条手臂呢。不，卸了手他流血太多，死了就没意思了。停！我让温竹流先画了他的单，我想听他像江城那小子一样惨叫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先画了他的单，再开手。多谢你的美意，有什么招数，尽管使出来。哼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将死之人，你逞什么英雄？正是因为要死了，我才不怕，我还怕我死不了呢。有本事，你们就折磨死我，越残忍越好。我死后必然化为厉鬼，日夜纠缠岐山问世，上上下下诅咒你们。哼，世家子弟从小受熏魂安魄的仪式，化不成厉鬼，别听他瞎说。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，温公子。我又不是从小在江家长大，我是家仆之子，没有机会熏魂安魄。我若死后当真怨气冲天，化为厉鬼，你可要小心啊！你闭嘴！哪有这样的事情？这人死后都化成一根根白骨埋在地里。温公子，咱们到处抓人抓了这么久，不就是为了惩戒他吗？难道就因为他胡说几句，就这么放过他了？当然不可能，你跟我装呢？你吓唬谁呢？温竹流，慢着！温公子，这人我们好不容易抓来，就这么弄死了，岂不是有点可惜了？我们的乐子才刚开始呢。魏公子，
当日在玄武洞中英雄救美，可真是伤到了心尖肉啊！魏婴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，既勇敢又伟大？没想到你也会说人话呀！耍嘴皮子，好，那我就看看你逞英雄硬气到什么时候。文竹良，把他给我拎起来！这帮岐山温氏的人，怎么又跑咱夷陵来了？谁知道呢？反正这帮仙家是又来祸害咱们普通老百姓了。听说连云梦都被灭门了。唉，看来这天下又要大乱了。魏婴，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？我们在夷陵，这儿叫乱葬岗。你们云梦也一定听过他的大名。这儿既是尸山，又是古战场，随便一挖就能挖出一具尸体来。有多少无名尸被卷个席子就随便扔到这里？看看这黑气，戾气重吧，怨气浓吧，连我们温氏也克制不了，所以只能围起来禁止人出入。我再告诉你，现在是白天，等到了晚上，这儿可真的是什么都有了。活人进了这儿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，绝技是出不来。魏婴啊，我看你到时候还笑不笑得出来？我让你永远都出不来！
阿宁，阿宁，姐，阿宁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姐，我什么都没有跟他们说。姐，魏公子好吗？江公子的金丹拿回来了吗？魏婴，魏婴，魏婴，你想报仇吗？一起吧，魏无羡，留下来吧，魏无羡，留下来吧！你想留下来吗？魏婴，留下来吧，魏无羡，你想报仇吗？你想报仇吗？一起吧，你想报仇吗？留下来，魏无羡，留下来吧！你想留下来吗？魏无羡，你想报仇吗？你想报仇吗？一起吧，你想报仇吗？魏无羡，你想报仇吗？什么云梦江水，什么莲花坞，我跟着温超小公子一块儿扫荡一空。那个江城，一颗金丹，直接被温竹流给化没了。什么世家弟子啊！我呸！最后还不是一个废物。老大，那个呢？那个嚣张跋扈的公子呢？叫什么来着？来，叫魏无羡。对，我记得他的名字。魏无羡啊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他。什么狗屁公子！来，他就是个家仆之子，在夷陵的茶楼里，啊，我们一群人把他当畜生似的拳打脚踢。哎呦，他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你
你们是没见过他被扔下去那个模样啊？是啊，你们觉得他还能爬起来嚣张跋扈吗？还是我们老大厉害啊！厉害厉害！来，敬老大一个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要我说啊，什么圆梦张氏都被咱们给灭了，他一个家国之子，他算什么东西？对，来喝，来，老大。谁？我有他装神弄鬼。谁？会不会是为诬陷呢？蓝忘机，是蓝忘机！来人了，抓叛贼！抓蓝氏叛贼！跪下！魏婴在哪儿？说！啊！我说，魏无羡被我们丢入了乱葬岗，现在尸骨无存，魂飞魄散。这大半夜的，你在鬼叫什么？我又做梦了，我又梦见那个邪魅了，我又梦见他了。他都被我扔进乱葬岗3个多月了，你还能梦见他？你这都梦见多少次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为什么最近总是梦见他。那你就别睡觉了。公子，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。我们会不会犯了一个特别大的错误？我们把他扔进乱葬岗，他会不会没死？会不会？不会。我们家派过多少批修士去清剿乱葬岗，有一个回来过的吗？他被扔在那儿，现在尸体恐怕已经烂过一轮了。如果就算他死了，就像他所说的，他回来找我们，变成厉鬼回来找我们怎么办？你不要自己没事吓唬自己，你没看我现在烦着呢吗？什么破烂射日之争，全是废物，还想把太阳射下来，痴心妄想。公子，他们那几家也就能猖狂这几日，我相信温宗主你闭嘴！温公子，那温情她是不是还关在夷陵？怎么，你现在连温情都害怕呀？我告诉你，他们那一支旁系不过是我们岐山温氏的走狗。能掀起多大的浪？谁呀？公子。大惊小怪的东西，怎么了？公子，温宗主传音。知道了，马上来。公子，你不要留我一个人在这儿，我害怕。公子。
四大世家，聚兰陵，射日执照，国法温室，清河失守。你到底在哪儿？温煦死了，没想到赤峰尊这般勇武，竟然能一刀就将温煦的头颅给砍下来。堂弟，你浪费张纸符打那只乌鸦做什么？这些畜生平日里也吃不到这些东西，今日就让他们饱餐一顿又如何？现在这9州之内，难道还缺死人吗？传令下去，让我们的人帮着收捡尸骸。来，把这都清理干净。是。出没无所见，白骨必平原。江姑娘，我们到了。这几月，多承金公子照拂，如今已到清河，就此别过公子。哎，江姑娘，江姑娘，魏为县将你托付于我，兰陵，我看还是等江城来了我再。阿成，你有阿成的消息？阿姐，阿成，你好了，你恢复了。阿姐，兰二公子，恭喜你大仇得报。这是魏无羡的佩剑，你们难道？岐山教化司烧了。
太好了，我带了几百金氏子弟前来，本来想去与你们商量，一起攻上岐山教化司夺回佩剑，还是让你们早了一步。对了，魏无羡呢？他托我照顾他师姐，现在可以完璧归赵了。阿羡呢？魏无羡，他人呢？阿羡呢？本是倒行逆施，残暴如斯，无怪乎天怒人怨。赤峰尊杀温若寒一子，犹如断他一臂，也算是告慰姜氏英灵了。不杀文朝文诸流，我姜氏满门定不能安息。不错，杀人偿命，凡是温氏，皆要斩于此刀之下。如今，琅琊和清河的监察寮已经被攻破，泽乌军也已亲率蓝氏子弟返回云深不知处，想必不久就可稳住姑苏一带，那就只剩下云梦和夷陵两处了。赤峰尊，忘机请战。赤峰尊，我也请战。你二人请战何处？夷陵。夷陵。夷陵地处西南腹地，在岐山卧榻之侧，易守难攻。赤峰尊，好，你们去吧，明日启程，但要避开大路，以免打草惊蛇。金公子，赤峰尊有何吩咐？孟瑶在今日可安分守己。孟瑶？他不是在聂氏供职，何时来了金氏？什么？自从蓝氏匆匆一灭，便再未见过孟瑶此人。而且，父亲也不会。告辞。姐，这么晚了还不歇歇？好不容易才见了面，你明天又要走，我便是想睡也睡不着啊。阿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没能照顾好你，让你天天替我们担心。我的阿成长大了，姐姐现在也做不了什么，只能是替你们担心担心。快趁热喝了吧。阿姐，真好喝。
阿成，你一定要把阿贤带回来。我一定带他回来。什么教化司失手？教化司就在岐山脚下，怎么可能失手？公子，确实是失手了。还有，县督说让您速回岐山。回岐山？回什么岐山？他身边不是多了一个左膀右臂吗？不是很受宠吗？招我回去干什么？让他去解决这个烂摊子呀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绝对不能吊死在他这个歪脖子树上！不能！贱男人，臭蛤蟆，老娘还不想伺候你呢，早晚都得死啊！见鬼了！见鬼了！就不能让老子安静一会儿，咋咋呼呼的？来人，让那个贱人给我安静点儿。人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我让你们叫那贱人闭嘴，不是让你们进来。
救我！我让你别过来！我让你别过来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不要杀我！救救我！别过来！救我！别过来！走开！救救我！别过来！走开！走开！过来！就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害了你们。我不该杀你，对不起，饶了我吧。我弄花了你的脸，我赔给你，我赔给你。不是我杀的！别过来！是魏主任，都是他杀的！不是我杀的，别来找我！求求你，饶了我！不是我杀的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不是我！求求你饶了我！求求你！走，放开我！好重的阴气，还有血腥味。
多了。果然，这里多了几笔。这张符被逆转了。逆转？何为逆转？寻常符咒，驱邪。此符招邪。招邪？符篆还能招邪？真是闻所未闻。的确闻所未闻，但看这里的情形，此符确实有招阴击煞之能。只不过添了几笔，就倒转了整张符咒的功能，这是人为吗？所添目测共有4笔，这味道乃人血所绘。整座监察寮的镇宅符篆都被改动过，笔锋走势为同一人。不过这个人有可能是谁？朱家名士里可从没有听说过有人能干这种事。不过不论是谁，只要目的和我们一致就行。宗主，地牢里还有一人活着。起来，别磨蹭了，住手！起来！江宗主，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。他们把你怎么了？他呢？这是不久前我和蓝忘机前往岐山抢下的。是啊，当时你们都被缴了械。这么说来，你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温姑娘，我不知道你被关了多久，但现在天下的局势，4大世家已经联盟讨伐温氏，温若寒、岐山温氏败局已定。虽然我与温氏有深仇大恨，但你毕竟与我有救命之恩。如若你愿离开温氏，阿宁被他们带走了，还在岐山。温情，离开温氏，我可以。江宗主，你可以怎么样呢？可我终究是温氏的人，我还有弟弟，还有家人需要照顾。你保得了我一人，保得了我全家10几条人命吗？江公子，多谢相救，我们一人一次，扯平了。温姑娘，温姑娘，这把梳子你拿着，要是将来有什么事的话，来找我。我会再帮你一次。
走吧。去哪儿？岐山。你是说温竹流带着温超逃了？既然如此，这座监察寮已废，我们在此留守也无益，不如全数撤离，御剑追击。好。看这个人的衣着，品级应该不低。这也是那个人所为吗？七窍六穴，应是一人所为。我们一路追踪温超，这个人却总是比我们快一步。究竟是谁？此人邪气甚重，我们小心为妙。邪？这世上还有比温氏更邪的吗？只要目标跟我们一致，便不是敌人。走吧，咱们还要赶路。禀宗主，我们收到消息，有人在云梦驿站附近发现了温竹流的踪迹。温超不回岐山，到云梦去做什么？走。不可莽撞，温超未到，先静观其变。别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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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得命了，被他们发现了就麻烦了。你以为不点灯他就找不到咱们了吗？主流，你说咱跑了这么远，又跑了这么久，他们应该发现不了了吧？也许吧。什么叫也许？没跑掉，你赶紧带我跑啊！别动，你要用药，不然会死的。
别动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不要流泪，不要哭了，眼泪会让伤口溃烂，这样你的伤口会更疼的，你明白吗？别哭。笛子，笛子，他是不是吹笛子？不是，是风声。是风声。来，吃吧。吃完了好赶路。我不吃了。我要找我爹，咱们什么时候能到我爹那儿？照这个速度，还有2日。2日，2日。你看我现在什么样了？你还要让我等2日？我爹养你有什么用？没用的东西，废物！你现在就去把他杀了！你去呀，没用的东西！别，不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你救我，我认你当大哥，我让我爹认进本宗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大哥。不必了。到今天，你还以为叫他有用吗？温竹流，你不会真以为你能在我的手底下保住他这条狗命吧？
拼死一试。好一条忠心耿耿的走狗啊！知遇之恩，不能不报。笑话！凭什么你的知遇之恩要别人来付出代价？你的剑。谢了。臭小子，这3个月你跑哪儿去了？一言难尽，一言难尽。不是说好在山脚那个破镇子会合吗？我等了你5天，连你的鬼影都没见着。这3个月，我怕极了。前些日子，我和蓝二公子
偷袭了不夜天教化司，他们说你被扔进了乱葬岗。我要是被扔进乱葬岗的话，我还能活着坐在这儿？那倒是，被扔进去的人就没有活着出来的。那他们把你抓去哪儿了？夷陵还是不夜天城？还有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是吗？我变了吗？也没有吧。不过这3个月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前些日子我和郎二公子夜袭围杀温珠流，结果被人抢了先，没想到会是你。那些符篆也是你改的。如果我说我逃命途中进了一个洞穴，那个洞穴有个世外高人留下来的绝密典籍，出去之后就能大杀四方，你信不信？得了吧你，传奇画本看多了吧？哪有那么多高人，遍地都是密洞秘籍。你看，说了你又不信，剩下的我回去慢慢跟你说。也好，以后再说。回来就好。没死也不早点回来。我这不是刚出来吗？听说你和师姐一切安好，你一边忙着重建云梦江氏，一边组盟参战。这3个月辛苦你了。赶紧把你那破剑收好，我就等你回来赶紧拿走。我可不想整天带着2把剑，天天被人问东问西的。魏婴，蓝二公子，啊，不对，应该是寒光君。沿路追杀温氏门生的人，是不是你？是又如何？那夷陵那些符篆也是你改的？你是用什么方法杀了他们？蓝二公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何弃了剑道，改修他途？回答。我要是不回答，会怎么样？蓝湛，咱们刚刚久别重逢，你就这样兴师问罪，不太好哦。自从岐山玄武一别数月之久，你就算不惦记同袍之义，也不应该这么绝情吧？回答。我说了，你们又不信。具体的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，那就跟我回姑苏，慢慢说明白。姑苏？你是说那个界规3000多条的地方？我才不要去，我更喜欢云梦。魏婴，你不要故作玩笑。蓝二公子，蓝湛呢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魏婴，修习邪道，终归会付出代价。古往今来，无一例外。此道损身，更损心性。邪道？蓝二公子，我非摄取他人灵石，又怎么算是邪道呢？我用的是符咒，习的是音律，这也算邪道吗？就算这也是邪道，损不损身，损多少，我最清楚。至于心性，我心我主，我自有数。有些事情根本不是你能控制住的。说到底，我心性如何，旁人怎么会知道？
又关旁人什么事？魏无羡，蓝忘机，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我过不去是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们姑苏蓝氏是谁？当真以为我不会反抗吗？蓝二公子，如今温乱未除，正是急需战力的时候。姑苏蓝氏的手，又何必伸得太长？容江某说句不客气的话，就算要追究，也轮不到你们姑苏蓝氏插手。他跟谁走，也不会跟你走。温主流，江城公子，蓝二公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饶了我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错了。蓝二公子，这是我们云梦江氏的家事，您请回吧。别说我。蓝忘机，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我过不去是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们姑苏蓝氏是谁？江叔叔、于夫人，不要我照顾好世锦和江城，我已经做到了。你们安心。你在嘀嘀咕咕的说些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清河参加射尔之争的决战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不然我回来干什么？更何况，师姐还在清河。总算你还说了句人话。对了，师姐，她怎么样？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忍着点啊！来，慢点，慢点，别急，别急。给我上药。忍着点。师姐。
谢谢。生死背叛，惜少年。